好多善信問我，點樣先算揾到一尊同自己有交感嘅神像？佢哋期待我講一啲神奇嘅徵兆，頭皮發麻啦，香爐發爐啦，夢見金光啦，擲出3個聖杯啦。但我只可以老實講，根據我自己嘅體會，呢啲未必係交感嘅核心，因為呢啲嘢往往係情緒嘅高點，而情緒嘅高點好少人可以撐到一輩子。交感如果要用4個字講清楚，我會話係久處不厭。你唔會每日起身都覺得好震撼，但你從未想過要逃，唔係激情，係契合。而呢種契合嘅滋味，用一個比喻最準確，就好似你同一個識咗幾十年嘅老朋友，靜靜坐喺客廳，大家唔使揾話題，唔使解釋自己，你睇你嘅書，佢飲佢嘅茶，你心入面亂七八糟嘅結，不知不覺就鬆咗，唔係因為佢做咗乜，而係因為你知道佢喺度。佢明，佢唔會 judge 你，呢種感覺好舒服，好安心。先拆3個常見迷思，或者可以幫你更容易揾到。迷思1：感應越強，代表越有緣。我覺得未必，強烈嘅感應好多時係你當下嘅情緒投射。你正感到孤獨，見到一尊垂眸嘅像，就覺得佢望住你；你正感到迷茫，見到一尊手持明燈嘅像，就覺得佢指緊路。但呢啲感應有時會隨住你嘅情緒平復而變淡，就好似你喺雨中見到一把遮，覺得好溫暖，但天晴之後，你把遮仲係咪你心頭好？以我嘅經驗，真正嘅交感唔一定令你心跳加速、眼濕濕，反而可能係令你心跳變穩、呼吸變深，喺你最普通嘅日子裏，依然覺得佢喺度。迷思2：大師開過光，年代久遠，材質稀有，就一定好。呢點我有所保留。古董像可能帶住以前供奉者嘅能量印記，你唔一定接得住。大師開光，如果嗰位大師嘅心性同你唔夾，開光效果可能打折扣。材質稀有，你可能會得失心重，怕摔怕髒怕被偷，供奉變成一種負擔。我認為交感嘅第一原則係，你喺佢面前唔會誘惑力。一尊令你唔敢點嘅像，就好似一個你唔敢打擾嘅朋友，咁就違背咗交感嘅本意。迷思3：我要揾一尊最完美嘅，否則就唔夠虔誠。以我觀察，冇最完美嘅像，只有最令你唔記得挑剔嘅像。好多人行咗30間，空手而回，因為每一尊都揾到一個缺點。呢尊鼻唔夠挺，嗰尊連坐比例怪。如果你抱持評審嘅心態，好難交感到。交感不妨試下放下比較，放下標準，好似認識一個朋友咁。你唔會因為朋友耳仔唔對稱就拒絕佢，你會因為佢明你而接受佢所有唔完美。交感嘅真實感覺唔係嚟咗，係喺度。我用最白話嘅方式，一步一步同你講。你行入一間或者寺廟，一尊一尊慢慢睇，大部分像你睇過就忘記，好似街上擦肩而過嘅陌生人。突然有一尊你冇俾電到，但你嘅視線不自覺停咗落嚟，你望住佢塊面，講唔出邊度特別，但你嘅肩膀鬆咗，你甚至冇發覺自己之前一直聳住肩，然後你發現你嘅呼吸深咗，唔係刻意深呼吸，而係好似有人打開咗窗，空氣自然流咗入嚟。試下喺心入面對佢講一句話，唔使係祈求，隨便一句。例如今日好攰，你唔會覺得尷尬，亦唔覺得佢喺度聽或唔聽，你只係講咗，然後你發現你並唔期待佢回答，唔期待回答，但又願意繼續講。我認為呢個就係交感嘅雛形，就好似你攤喺老家梳化，阿媽喺隔籬睇電視，你無尾無頭講一句好攰啊，佢可能唔一聲，可能乜都冇講，但你已經覺得被接住咗。用時間去試。你企喺佢面前，唔好刻意做啲嘢，純粹企喺度望住佢。最初嗰1-2分鐘，你可能會心散，會諗跟住去邊。但如果你發現過咗3分鐘你仲未想走，過咗5分鐘你依然覺得舒服，甚至企到10分鐘之後，你嘅感覺唔係悶而係定，嗰份安定就係線索，唔係佢用咩法力留住你，而係你喺佢面前，終於可以同自己安靜相處。而且唔覺得孤單。如果你有過呢種經驗，某個下晝
你最好嘅朋友嚟你屋企，你哋冇講乜嘢，一個睇書，一個聽歌，偶爾抬頭笑一下，然後繼續各自嘅事。2個鐘過去，你覺得比同任何人應酬都放鬆，嗰種感覺就係交感。神像只係將嗰個朋友變成一個永遠唔會離開，永遠唔會誤解你嘅存在，一套參考嘅篩選方法。以下係我個人喺多年實踐中歸納出嚟嘅步驟，你可以當係一個參考，唔一定要跟足。第一步，身體行先，頭腦行後。去到現場，唔好用眼掃描，將對手收喺身後，慢慢行，行到某一磚前面。如果對腳唔自覺慢落嚟，甚至停低，注意，唔係心入面覺得呢磚好特別，而係對腳唔想走，咁就停低，然後合埋眼。做3次呼吸，擘大眼，淨係望佢塊面，唔好望座、背光、衣紋呢啲裝飾。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願唔願意俾呢對眼望住我食飯、睇書、發呆、發嬲、喊10年？如果你嘅答案有一絲猶豫，可能就唔係佢。唔使分析點解，不妨尊重直覺。直覺係身體用毫秒整合咗無數細微資訊嘅結果。第二步，望耐啲，睇下邊個唔耐煩先，企喺度望佢幾分鐘，唔好念經，唔好祈求，唔好做任何嘢，純粹望住，留意自己嘅心。如果你開始諗跟住去邊度食飯，可能冇交感；如果你覺得尷尬，唔知望去邊，可能冇交感；如果你望下望下，覺得心好定，甚至唔記得咗時間，有機會。一個我成日同善信講嘅法則。你喺一尊像面前，邊個先覺得悶？如果你先覺得悶，就唔係佢。如果你望咗好耐都仲望到，連你自己都覺得奇怪，點解我可以望咁耐？嗰種奇怪就係一個重要線索。第3步，測試眼神嘅中性度，呢個係我認為好重要嘅一環。好多人忽略呢點。你可以仔細觀察神像嘅眼神，想象佢係你老朋友嘅眼神，俯視太低，明顯向下望住地下。耐咗，你可能會覺得佢逃避你，或者帶住悲憫，你會不自覺產生我好可憐嘅暗示。當然，呢個只係我嘅觀察，唔一定適用每個人。平時但瞳孔聚焦太銳利，好似盯住你，耐咗可能有被監視感，你會唔敢喺佢面前放鬆，眼神空洞，冇焦點。耐咗，你可能會覺得佢唔喺度，供奉變成對住空氣講話，心入面會空。我自己偏好嘅眼神係平視兼柔焦，就好似你最好嘅朋友坐喺你對面睇書，偶爾抬頭望你一眼，唔係檢查你做緊乜，只係咁啱見到你，然後繼續睇書。嗰種知道你在，但唔打擾你嘅溫度，點樣判斷？你可以試下企喺佢嘅側前方，大約15度角，望佢嘅眼珠。有啲神像由左右各15度角睇，都會感覺到佢嘅視線範圍涵蓋咗你，但唔係鎖定你。你可以用呢個做參考。材質與尺寸，避開未來嘅後悔。材質方面，樹枝擺得耐可能變質，木像怕濕氣要保養，高溫陶瓷可以傳世但怕撞，銅像穩固但重，會氧化。你可以揀一種你願意花心機照顧嘅。如果你明知自己怕麻煩，就唔好揀木。唔係木唔好，只係你同佢未必夾。尺寸方面，我建議像高唔好超過屋企最矮成員嘅胸口高度。坐像時，你嘅視線最好落喺像嘅心口至下巴之間，仰角大約15度會比較舒服。先度好共位置，避開正對廁所，背對樓梯，隔籬係電視嘅位置。記住，大唔代表勁，細唔代表寒酸。啱嘅尺寸係你每日經過佢身邊嘅時候，唔會覺得阻埞，亦唔會覺得睇唔到。關於開光，一個唔同角度嘅體會，呢個部分我純粹分享個人體會，絕對無意否定傳統講法。傳統民間信仰成日講開光等於請神入座，呢個係一種好普遍嘅理解，亦有其道理。不過我自己嘅體會係，開光或者可以理解為你同尊像之間建立一個深刻而不可逆嘅連結。你可以咁樣諗，尊像本身係一塊物質，木頭、石頭、銅、陶瓷，佢本來就係一件物件。但當你帶住恭敬、專注、
安心嘅心，選擇咗佢，然後透過一個儀式，將你嘅敬意、你嘅信仰、你願意將心安放喺呢度嘅決定，同呢件物件連結起嚟。呢個連結就係開光。呢個連結可以唔理解為神明降臨，而係你同呢尊像之間嘅關係被正式確認，就好似你同一個識咗好耐嘅人，某一日你哋冇任何儀式，但你心入面知道呢個人我認咗。開光就係嗰個認咗嘅動作，只係將呢個認用一杯清水、一炷香、幾句心咒具體化出嚟。當然，傳統嘅請神入座講法完全冇問題，只係我自己覺得後者嘅理解令我更加安心。神本來就無處不在，你唔一定要請佢，你需要嘅可能係一個具體嘅、日日見到嘅，可以等你安心嘅錨點。尊像就係嗰個錨點，開光就係你親手將個錨落去。開光一定要揾法師嗎？如果你揾法師，我認為最緊要唔係佢嘅名氣、道場有幾大、法器有幾勁，而係佢個人個心好唔好。一個心術唔正、貪婪、傲慢嘅法師，佢嘅法力就算有，都可能帶住雜質。你透過佢去做連結，就好似你想用一杯虔淨嘅山泉水去敬茶，但隻碗洗唔乾淨，碗底仲殘留住隔夜嘅油污，水幾靚都冇用，一入口就係一陣味。你同尊像之間嘅連結就未必咁乾淨、咁直接。所以如果真係要揾法師開光，我會建議寧願揾一個心好、樸實、唔計較錢嘅老修行，都唔好揾一個名氣大但心性唔穩定嘅大師，因為開光嘅本質係心連心，法師只係一個媒介，佢嘅心越清淨、越單純，你同尊像之間嘅連結就可能越直接、越無阻隔。交感嘅深度從初識如故到無聲勝有聲。最後我想講講交感嘅深度。好多善信問點先算真正嘅交感，係咪一開始就要好強烈？以我嘅觀察，真正嘅交感反而有兩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，初見如故，你第一次見到嗰尊像嘅時候，唔係嚇一跳，唔係起雞皮，而係心入面有一句：咦，佢好似我等咗好耐嘅老朋友。你講唔出點解，但你心裏踏實。呢種感覺就好似你去到一個從未去過嘅地方，但忽然覺得我應該嚟過。呢個就係緣分嘅雛形，唔係激情，而係一種唔使解釋嘅熟悉。第二個階段，日久不用話，你將佢請返屋企之後，頭幾個月你可能仲會成日同佢講嘢、祈求、訴苦，但慢慢你會發現，你講嘅嘢越嚟越少，唔係因為你冇嘢想講，而係你發現你唔使講，佢都明。你心情差嘅時候，坐喺佢面前，咩都唔講，就咁坐下，個心自然定落嚟。你冇同佢講發生咩事，但你知道佢知道。呢種唔使開口嘅明白，比任何感應都更深。就好似你同一個相處咗幾十年嘅老伴，佢望你一眼就知你今日係攰定係煩。你唔使講今日好慘，佢已經遞杯茶過嚟。我認為呢個就係真正嘅交感，唔係佢同你講咗啲乜，而係你哋之間已經唔需要講。如果你揾到一尊像，你喺佢面前可以完全唔使扮演任何角色，連虔誠兩個字都覺得多餘，心入面只有一句你喺度真好，咁就唔使再揾啦，就係佢。以上純粹係我個人近20年供奉同交流嘅心得。每個人嘅根器、信仰背景、生活環境唔同，絕對唔敢話適用所有人。文中若有見解不周之處，懇請各方先進不吝指教，等呢份心得更圓滿。